生旦净丑寻根脉，绘山河锦绣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。今晚我们在这里锣鼓喧天送瑞虎，欢声笑语迎玉兔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新春的祝福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前程似锦，大展宏图。九山书会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书会一梦千年。